所羅門係以色列著名嘅君王，可惜晚年嘅時候受引誘偏離神。佢喺聖殿前面嘅山上建造偶像嘅壇。希伯來語所謂嘅前面，亦都可以作為東面，所指嘅可能係橄欖山。聖經作者稱所羅門築壇嘅山做毀滅山，中文聖經和合本就翻做邪僻山，提醒我哋喺耶和華以外敬拜別神嘅係邪僻嘅行為，結局亦都只有步向滅亡。所羅門係大衛同拔示巴所生嘅第二個兒子。佢出世嘅時候，得到耶和華賜俾佢一個名字，叫耶底底亞，意思就係耶和華所愛嘅。至於所羅門呢個字，字根係出於和平，明顯嘅係同神嘅應許相連嘅。神曾經指示大衛唔用佢為神嚟到建立聖殿。大衛嘅理解係因為佢自己做戰士，血腥太重，而神嘅殿係需要喺以色列家太平盛世嘅時候，先至由大衛嘅兒子興建。當大衛同神立約之後，除咗所羅門，聖經再冇提到大衛其他嘅兒子出世。因此呢一個名字喺期望國家安定和平之餘，亦都係同建殿同埋皇位承繼有關。所羅門亦都認為自己係蒙神揀選，特派接續大衛皇位嘅。所羅門大概喺主前950年承繼皇位，在位40年。列王紀以國民快樂吃喝，同埋佢統治神向亞伯拉罕所應許嘅地域嚟強調佢嘅成就。有關所羅門嘅內政同外交嘅記載，亦都係表示佢嘅國勢強盛。不過從聖經全面嘅記載嚟睇，所羅門嘅一生有唔少嘅矛盾同埋張力，可以成為我哋今日嘅提醒。所羅門嘅智慧超卓，係人所共知。從佢所做嘅詩歌、箴言嘅數目之多，知識嘅廣博，同埋天下列王對佢嘅景仰，就可以清楚顯示。聖經指出，佢嘅智慧係源於佢愛耶和華同效法父親遵守律法嘅心志，因此佢明白自己一切嘅好處不在神以外。當神任佢提出心中所願嘅時候，佢懂得尋求屬天嘅智慧，好能夠按神嘅心意治理國家。而佢嘅抉擇亦都蒙神欣賞，甚至佢冇祈求嘅富足同埋權勢，神都應許賜俾佢。後來聖經就用所羅門審判民間訴訟同埋應對外邦君王嘅提問嚟到見證佢嘅智慧。問題係所羅門似乎冇長久嘅善用神所賜俾佢嘅智慧嚟到牧養國民，反而當國家富強起嚟嘅時候，佢就大量嘅使用國民做苦工，興建各樣工程，結果造成咗日後國家分裂嘅禍根。所羅門仿效當時嘅君王，利用政治性嘅婚姻嚟同各國結盟，表示以色列同各個大國能夠平起平坐。所以佢嘅700個妃子都係公主，而且年老嘅時候受情欲嘅引誘，所羅門多次嘅娶外邦女子為妃嬪，又隨從佢哋去敬拜偶像。神嘅心意同人嘅心意對君王咧完全唔一樣，所以果然後來發現到歷史嘅過程咧，見到所羅門啦就係一個最唔好嘅例子啦。呢個咁好嘅君王，本來可以帶領國家興盛嘅，但係咧後來竟然失敗，
甚至一敗塗地，令到國家分裂。聖經提到所羅門喺耶路撒冷對面嘅山上建造邱壇，同埋聖殿嘅地位平等，顯示出佢唔再承認耶和華係獨一嘅主宰。從所羅門早年獻殿嘅禱告可見，佢認識神係偉大無可比擬，亦都知道神嘅公義慈愛，只係知識冇幫助佢去作出智慧嘅抉擇。佢喺年老嘅時候竟然偏離神，以至於神要將國權取回。諷刺嘅係，包庇所羅門嘅兩個主要敵人哈達同埋耶羅波安，都係所羅門政治婚姻聯盟嘅埃及。可見人選擇用自己嘅方法而背棄神，實在係愚昧嘅。令所羅門聞名於世嘅，除咗係佢嘅智慧之外，仲有佢所建造嘅工程。聖殿嘅建造華麗宏偉，佢嘅建造過程亦都係所羅門精心設計。殿嘅規模宏大，單係喺建造之前要安排好木材同埋人手嘅供應，已經係要花上唔少嘅心思。而且要做到窗戶緊密，需要唔少嘅技術㗎。王更係考慮到聖殿旁邊房屋嘅梁木唔能夠插入殿牆，建殿嘅時候唔可以有喧鬧嘅聲音，都係難得嘅細心。聖殿嘅外面建造完成啦，內部嘅製作同埋樣式就更加需要花心思。從聖經嘅形容睇嚟，內殿嘅結構同埋裝置都俾人一種華美、講究、富有藝術性、莊嚴嘅味道。獻殿禮之中，王小心嘅按照律法規定，安排由利未人將約櫃抬到至聖所之中安放。神嘅榮光降臨，表明神嘅悅納。所羅門嘅祈禱、祝福同獻祭都能夠表現出所羅門尊神為大嘅心態，不但禱告蒙神應允，亦都喺以色列眾人面前成為美好嘅見證。其實所羅門嘅建設工程好多，除咗聖殿之外，仲有佢所興建嘅耶路撒冷嘅城牆。由北到南，夏瑣、米吉多、基色，一連串軍事嘅重鎮，又有積貨城同存放馬匹、戰車嘅城市，再加上佢為自己同法老女兒分別所建嘅宮殿，又修築米羅。米羅就係將山谷填平成為一層一層嘅平台，好將唔同地勢嘅宮殿連起嚟。咁多嘅工程，花費嘅人力同埋財力真係難以想象。初時所羅門王只係徵用國中剩下落嚟唔係以色列族嘅人嚟到承擔苦工，由以色列人督工。但係後來似乎工程不絕，人手需要越嚟越多，可能連以色列人都被逼做苦工。我哋從羅波安王提到所羅門用鞭子責打民眾嘅話裏面，可以明白王使民眾負重壓嘅情況。為咗要維持王同埋宮室嘅龐大支出，所羅門就設立咗12個地區嘅官吏，按月徵收稅項。王所選嘅12個官吏位置都係喺物資比較豐富嘅北方地區，可以保證物資供應長年不斷。只係所羅門係猶大族嘅人，重點放喺南方。大衛在位嘅時候，已經引起北方嘅不滿。而家呢種唔照支派界限，而係按地域嘅經濟狀況嘅政綱，引起咗北方嘅怨恨，加強咗日後南北分割嘅裂痕。因為建築工程而拆毀人間嘅關係，實在不智。更何況所羅門最後嘅建設，
竟然間係為咗各種可憎偶像而建造嘅邱壇，咁樣嘅工程，結果令到耶和華向王發怒，神人嘅關係決裂。所羅門國度嘅分裂就係神施加嘅刑罰。喺古代，建設宮殿係皇權嘅象徵。所羅門嘅建設工程竟然成為咗佢失敗嘅陷阱，可見我哋實在要謹慎自己嘅建造工程，免得拆毀咗我哋同神嘅關係。所羅門嘅榮華係以色列歷史嘅佳話，甚至到主耶穌基督嘅時候，都係人所共知。所以主耶穌就借用所羅門嘅榮華作為比喻嚟到教導信徒。經文一再指出，所羅門國庫嘅收入好多，每年有黃金約23000公斤，之外仲有從商人阿拉伯諸王同國中省長所進貢嘅金子，不單止數目龐大，而且係定期向王供應嘅。所羅門同希蘭王合作經營造船，而且成功咁樣航行到俄非，就係今日嘅阿拉伯半島嘅西南部，帶嚟超過14000公斤嘅黃金。呢一次航程成為日後兩王合作嘅基礎。船隻所帶翻嚟嘅物品，除咗用喺聖殿嘅建設之外，亦都令到王嘅財富不斷增加。另一個能夠見證所羅門嘅國力嘅富強，就係佢所擁有嘅馬匹同戰車。單係從耶路撒冷儲備嘅車馬數字嚟睇，已經係十分驚人。再加上全國其他儲存馬匹戰車嘅城市，價值真係難以估計。呢種技術嘅手法係要強調所羅門王嘅豐富。其他人羨慕嘅銀子、香柏木同埋埃及駿馬，喺耶路撒冷都係尋常嘅事。所羅門王嘅富足能夠與當時赫人同埋亞蘭兩個大國一較高下。財富本身唔係壞事，聖經亦都用咗所羅門王車馬嘅數字嚟強調耶路撒冷嘅富裕，見證神嘅應許已經實現咗。所羅門王嘅美名、智慧同財富都係從神而嚟嘅。問題係所羅門嘅富強係人所羨慕嘅，但係卻係違背咗神嘅律法。當以色列人都未立王之前呢，其實神早就吩咐佢哋噶啦。佢話將來你哋中間如果立王嘅話咧，王唔可以咧為自己咧加添馬匹，亦都唔可以咧多立妃嬪，仲提佢哋咧要咧遵從神、守神嘅律法，以免自己咧會心高氣傲就離棄神。呢幾件事喺所羅門嘅富裕之中都出現咗，而且喺王舒適富足嘅生活背後，一定有好多僕人嘅奔走勞碌。撒母耳先知早年提到王要令以色列人承擔苦工嘅說話，亦都喺所羅門作王嘅日子實現咗啦。其實人始終就係人，如果唔歸向神，唔係專心，唔係小心，人就會失敗。其實聖經歷史都係咁樣，從來就唔係高舉人，人始終就係罪人，係需要神嘅憐憫同埋需要悔改。傳道書總結所羅門王嘅一生，其中就提到人生擁有宮殿院宇、金銀財寶、僕婢妃嬪，而仍然虛空。所羅門王嘅富足實在只係空虛，更何況佢喺追求富足嘅當中，已經背棄咗愛護子民嘅心志，又違背咗律法嘅教導，失去神嘅喜悅，真係得不償失。喺聖經嘅詩歌智慧文學當中，箴言同傳道書都係與所羅門有密切關係嘅。所羅門自己見證咗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可惜佢卻忽略咗傳道書所指人嘅本分係要敬畏神，謹守佢嘅誡命。所羅門忽略咗神人嘅關係，結果佢喺世上一切嘅智慧、建設
同埋富足，竟然成為咗暴風虛空嘅一聲嘆息。